的殿宇敬拜你，这是何等何等美好的事情。我的心渴慕你的殿，我渴慕你亲自对我说话。主啊，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愿你开我们的心门，柔软我们的心田，以致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就得着改变和更新。为着所有服侍的同工来仰望，因为我们虽然微小，但是你是伟大的。有你做我们的同工，我们就不缺乏，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合一而没有破口的团队，来服侍你又服侍众人。用我们的服侍蒙你的悦纳，也请你加倍的赐福在每一个愿意服侍的人身上。主，我们更是把已经来到圣殿中或者还在路中间努力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里。主，让我们每一个愿意来的人都要空空的来，丰富的得着，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被你的爱来填满，以至于我们今天的敬拜可以归你为圣，以你为王，以致我们的敬拜可以成为馨香的献祭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预备心，也请将我们的手机关静音，安静的来等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今天的早晨，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大声的用我们全人全心来敬拜我们的神。
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没有人可以跟我们的神相比，我们一起继续大声的来敬拜他。全能真神已掌权，全能真神已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都来赞美他。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举起你的手来敬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来宣告，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真理，行去你所选子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配得，主你配得，主配得一切的大赞美，主你配得一切的欢呼，所有的掌声。主你是那无人能比的神，主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主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虽然我们渺小又软弱，但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器皿，一生为你而活。献上一生为你而活，我再次请差遣我，随时软弱下也贫穷，你的恩典够我用，恳求圣灵光照引领，赐下天上能力，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真实所传的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是我们常在你里面，让活水涌流，是我
一生为你而活，我再次请差遣我，随时软弱下也贫穷，你的恩典够我用。恳求圣灵，恳求圣灵光照引领，赐下天上能力，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真实所传的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使我们常在你里面，让活水涌流。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合一，如同你与父原为一，在这地同心合一，奉主名兴旺福音。离了你，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使我们常在你里面，让活水涌流。使我们在主的里面，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合如同主一，与父一样。如同你与父原为一，在这地同心合一，奉主名兴旺福音。主啊，是的，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你帮助我们顺服在你的里面，成为你所合用的器皿，一生都来跟随你，一生都来跟随你。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主，这也是你对我们一生的呼召。让我们继续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用这首歌更多的来回应神，因为神爱我们，神看我们为至宝，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都要忠心的来跟随他。耶稣基督是至宝。
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我要顺服，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真的无人能与你来相比。主，你的荣美，你的荣耀，无人能与你相比。主，你配得我们所有的颂赞，主，你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主，我们要顺服在你的里面，如同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与你合而为一。主，让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活出那个你所托付我们的。主，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让我们可以成为你忠心的仆人。主，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的。主，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主，我们只能将我们所有的全献上，如同那个寡妇的2个银钱一样。主，真的求你悦纳，主，求你悦纳，主，求你悦纳我们所有的全部。主，献给你，主，愿你来使用。主，孩子的祷告不完全，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哈利路亚！主的信实直到永远，他的慈爱直到万代，他配得万民的颂赞与尊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记载在箴言1章第7节，以及哥罗西书第3章第16到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箴言1章第7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愚蠢的人轻视智慧，也不愿意学习。再来，哥罗西书第3章第16到第17节：你们要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地常住在你们心里，要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规劝，用诗篇、圣诗、灵歌，从心底发出感谢的声音来颂赞上帝。无论做什么、说什么，你们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这是上主的道。讲道，今天分享信息的是梁维珍牧师，他的题目是核心训练。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讲道的一开始，我们先再一次用祷告把自己的心交给上帝，愿他对我们说话。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是智慧的源头，认识你就是聪明。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再一次恭恭敬敬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
愿你使我们有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还有勤勉的服事，来归荣耀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每一个10月的第3主日，也就是今天这个主日，都是教会教育事工的纪念主日、奉献主日。所以今天这个主日，我们要在这里一起再一次思想，到底基督教的教育，到底教会的教育事工有什么样特别的特质，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来受装备，并且因此可以好好的服侍上帝。特别的跟大家报告，从今年开始，牧师担任七星中会的教育部长，不是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所以今天看起来好像没有交换主日，其实也是一种交换主日哈。那我们的七星中会的教育部这几年来有一些很特别的改变跟更新哈。第一个，我们更多的去思考从圣经的教导作为基础来装备同工哈。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耶稣所亲自呼召的这个学问很饱的使徒保罗，他也这样说我们要向所有人传扬基督，用各样的智慧来劝诫教导大家，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带到上帝的面前，使他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哈。好，所以这就是教育事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我们长大，让我们成熟。再来，这几年教会的七星中会的教育部，我们真的是很努力成为一个平台去帮助教会，特别是中小型的教会，在教育的资源比较软弱的、比较不足的教会，我们期待就是一般的同工也要成为被装备的人，因为他们都有可能成为长职的预备梯队所以我们所有的训练、所有的活动都开放给教会同工以及储备同工一起接受造就和训练。不只是成人的部分是如此，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师资培训也是一样，我们开放给家长，我们开放给实际的照顾者希望说所有的人，就是不是学生我们就是老师，那我们的所有的照顾者、家长、师资都一起受训练慢慢成为我们叫亲师培训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是第二个，我们希望扩大受装备的族群那所以我们今年将近10次的这个培训，各式各样的培训，我们真的是超过1000人次受训这是很少见的事情。那也包括这个我们教育部跟双联有2次的这个合办，就是5月18的这个团队服事与性格管理，以及刚刚过去10月5号的新朋友事工的培训，都是一个合作，都是一个让中会的教育部成为平台，让教会的需要被听见，而且被实际的放在训练里面的过程。所以特别的呼吁所有弟兄姐妹教育是一种百年树人的职业职志一种事业所以它也许没有像很多事情那么快看到改变，但所种下的一定会成长所以期待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怎么参与呢？我们可以在祷告跟关心中来支持，我们可以在奉献中来支持，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来一起受装备、受培训，透过不断的进步跟成长，透过不断的在实践中我们来改变、来操练，我们就可以一同兴旺福音，我们可以牧养群羊，我们可以建造永生上帝的教会。这是牧师在这个主日特别期待大家的那到底我们讲这么多，基督教教育是什么？基督教教育是什么？其实基督教教会，我们的教会从第1世纪就非常重视教育。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教导人的老师，他常被称为智慧导师，而且这样的身份认同其实不只是在教会的圈子，可以说是整个世界历世历代人都这么认为，耶稣是一个智慧的导师。那耶稣亲自挑选的使徒保罗也是一个真的是受过全备装备的一个人他不只是在基督徒的教会里面，他在犹太人的学士的圈子里面也是很有
这个受尊重很有名的一个学者，所以也因为这样，他不止他的这个宣教足迹遍及欧亚非，更重要的是他的影响力遍及欧亚非，教会因为这样变成欧亚非3洲的一个沿地中海的教会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汇通了犹太、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就是那个时代很重要的3个元素，成为今天基督教会或者说我们做基督教文明的3个很重要的要素，它已经汇通了。所以我们也看见那个基础是打得非常的扎实。再来我们也发现说，基督教的教育绝对不是只有儿童主日学这么简单而已。当然儿童主日学是非常要紧，因为年少的时候就要教导他们认识真理。但是成年人呢，成年人的教理教育从宗教改革之后就非常重视，因为我们发现基督徒要进入读经的运动，基督徒要不断的受装备，不断的成长，这是一生之久重要的事情。再来我们也发现在近代里面这个基督教教育进入了制式的教育系统，所以我们常常听见在欧美有所谓的 Christian College， 就是基督教的学院，都是从这样的扩展过来的。再来我们从20世纪下半叶，我们也发现服事不是说呼召一群人来服事就好，我们要给他们装备啊，无论是在观念上的充实，无论是服事的技巧都重要。像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可以3G 的直播，其实都是有一群又一群的同工，在一个很刻苦很努力的训练跟装备里面，才能够站在那里来服侍人，又服侍上帝，又服侍人。那长老教会更重要，我们的长职同工他们需要受教制和法规的训练跟装备，让他们对整个治理教会是有概念的，让他们对治理教会能够真的是善尽管家的职分。所以我们发现整个教育的系统是非常完备，而且扩及各种的年龄层，各种不同层级或不同方面的服事的需要。再来我们也看见双联教会的装备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人人受装备，我们的目标是人人透过装备来人人服事，这个才是目的。因为受装备的人要勤服事，装备不是接受许多的知识然后就很开心回家而已，装备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能够勤勉服事。所以信徒要成为门徒，门徒跟随耶稣不是只有跟他一样说话而已，更是跟他一样用手脚做工。所以耶稣说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期待一人一服事，一人至少一服事，然后我们期待可以打破那个20、80的服事人数的天花板，让我们达到一个我们最想要达到的目标，叫做人人服事。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来贡献上帝给我们的才能恩赐，成为上帝合用的工人，就跟刚刚的诗歌所告诉我们的一样。但是在这个里面，牧师要再一次做一个提醒，就是圣经才是所有基督教教育，也就是所有教育事工的核心和基础。因为我们在许多的教育事工，在近代神学越来越发达的里面，我们常常忘记圣经才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从每日亮光的收看人数，我们也发现，即使在双联教会，我们这么大的教会，这么真的是有资源的教会里面，我们参与读经运动的人数仍然是非常不足的。你想想看，如果是300、400人，以我们2000人的教会，那不过是15-20% 而已。我们真的是要努力，让我们的对于读经、研经、每日亲近上帝话语的那个努力，要更真的是要再鼓励、再认真、再扎根在圣经的教育。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发现
这么多年在教导圣经，或这么多年在自己读经，或这么多年在教会服事听到了声音，我发现其实我们都很容易小看圣经。我们有2种小看，有一种人是勤勉的小看，有一种人是懒惰的小看。请容许牧师这么直白的来说，什么叫做勤勉的小看？我们来听这句话哈。哎呀，圣经我都看过300遍了，不要叫我再去上课了。哎呀，牧师，你的课程太浅了，我不是初信者。这个叫勤勉的小看。我们总认为圣经我读得熟了，为什么我还要来上课？另外一种人呢，他说圣经太难了，圣经唯一的好处是无副作用的安眠药，我读了就睡着了，醒来不会有代谢问题。哎呀，我都看不懂啊。是啊，看到家谱我就跳过，不然我就睡着。不止哦，我还跳过分地啦、数人数啦，等等等等，还有一大堆人名。对，因为没有个人名我看得懂。再来，我们发现我们跳过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那些不是很重要啦。然后有一天我们就发现，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跳过了。这叫做懒惰的小看。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牧师就用大家最喜欢跳过的家谱，跟大家分享几个脑筋急转弯。第一题，请问圣经中最长的家谱或者叫族谱在哪一卷书？它有什么特点？我们刚刚读过这卷书 ，OK？ 请回去想一想。再加一题，请问耶稣的家谱中有多少位女性人物？女性哦，她们有什么特别的人生经历？而这些人生经历又给我们特别什么样的学习？家谱是有意义的，有记跟没有记都有意义哦，记谁也很重要哦。再加一题，分地。请问利未人在圣殿服侍这些所谓的神职人员哦，全职服侍的族群，他们分到的土地有什么特点？就是为什么要分这些土地？为什么不分那些土地？什么特点？请问为什么？好，如果有人很认真，我们这个礼拜后可以跟牧师要答案。有没有发现分地是有意义的？家谱是有意义的，人名是有意义的，圣经所有的记载都是有意义的。圣经的记载没有突然，所以我们不要太快跳过，因为它的意义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不是吗？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而已，不要太快跳过它。所以无论我们读过多少次圣经，我们都可以再一次从圣经中找到以前没有发现的真理亮光。跟大家分享牧师每一次写每日亮光的祷告，每一次录制每日亮光的祷告，我都求上帝给我新的亮光，我都求上帝让我再一次读这段的时候可以看见我上次读的不一样，以至于我可以以身作则，带领大家一起在圣经中不断的找寻，不断的获得上帝要对我们所说的那些话语，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成长，不断更新。所以期待大家的每日亮光可以有每日新眼光，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不一样的上帝在我们人生不同阶段要对我们说的话。第二个，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圣经才是神学的基础啦。越基础的东西越重要，越不可或缺。要记得神学的潮流会来来去去，30年后也许今天非常流行的神学潮流，我们会发现咦，好像不是这样。而我们也常常发现30年前非常流行的神学潮流，今天我发现真的不是这样。所以神学潮流是会来来去去的。再举一个例子，耶稣的教导和我们讲保罗的教导，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耶稣的教导话很少，对不对？字很浅，对不对？可是好像里面是有更深关于生命智慧的
内涵在里面。保罗的话语也许复杂，他已经是门徒里面、使徒里面学问最好的，也许系统非常庞大，可是我们总觉得耶稣才讲出了那个最基本的原则性的东西、基础性的东西，而保罗却是在他牧会以及宣教的处境里面，针对每一个处境去讲许多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才是所有圣经教导的基础，在话语上。我们也发现保罗引述非常多耶稣的教导，然后再往前走。生命的智慧高于神学的知识，请我们永远记得这件事情。用一个我们最近很常见的这个运动来做例子好了，大家会更有感觉。过去我们说人老化，像我一样年过半百，就是骨质疏松啦，因为骨质疏松是不可逆的，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等我们发现，已经不知道怎么去逆转它。但是最近的这个医学的这个研究发现，还有一件事真的叫雪上加霜哦。除了骨质疏松哦，老化还会遇到肌少症。但是还好，肌少症是可逆的，透过锻炼，我们可以把肌肉养回来。所以我们就会很潮的告诉别人说，我都深蹲，我还做棒式，我深蹲可以30个，我棒式可以2分钟，哇，好厉害！可是我们想想，我们年轻时候不喜欢蹲马步，当兵的时候不要伏地挺身，这两者在运动训练肌肉过程其实非常相似。但是当我们讲深蹲、讲棒式，就觉得很够潮流；讲蹲马步和伏地挺身，就觉得很基本。但是基础的训练都是一样的，基础的训练也才是一件事的根本。所以核心训练才是运动的根本，而圣经的教导才是基督教教育以及教会教育事工的根本啦。所以我们要每天好好的读经，我们每天让我们的每日亮光，就那么短短的圣经，成为每日的新眼光，成为每一天心里能够领受的读经，也让我们像耶稣所讲的，若这样领受，就照样去行。不止领受，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和服事里面去实践我们所领受的每日亮光。今天我们看的第一处的经文就是这样教导我们。他说，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愚顽的人藐视智慧和教导，他们不愿意学习。其实这里我们如果回头去看犹太人怎么看人家是聪明还是愚顽或愚笨的人，他的意思不只是头脑聪不聪明，智商是多少，能够认知的范围有多广多深，更重要他在问一个问题，就是道德感以及道德实践是不是无能的问题。那个愚笨的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听得懂或听不懂，更多的是他没有道德感，没有良知啊，良知不会痛的人，还有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实践他认为他知道对的事情，这种人就是犹太信仰以及基督徒信仰里面的愚笨。请我们都做聪明人，不要做愚顽人。所以我们的基督教教育要进入一个全人、全生涯而且全方位的基督教育和教会的教育事工。基督教教育、教会的教育事工是让我们整个基督徒的全人、全生涯、全方位都受装备，都受训练。它的目的使我们在灵性上耳聪目明，也使我们能够学习一个顺服的操练，像我们刚所唱的第3首诗歌一样，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顺服天父上帝，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好的勤勉的用我们的手脚来做工。
就像耶稣基督服侍众人，又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也要照样去行，来服侍众人，让我们的装备达到他的目的，就是人人服侍。并且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这些训练也不只是认知或知识上的理解而已，因为我们近代的医学发现，我们近代许多的研究发现，其实人是身心灵互相连结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身心症，对不对？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不好，心灵就会跟着软弱，我们心灵软弱，身体就会跟着不舒服，它会互相连结的。我们的灵性低潮也会让我们的身体感觉到不舒服，让我们的心灵非常的忧郁，三者是互相关联的，因为人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发现5月18为什么我们受训要受那个团队服事和性格管理？性格管理，因为团队服事里面常常最大的困难是不同性格人的相处，怎么样可以彼此尊重、互相欣赏，成为一个没有破口的合一的团队，这个才是团队中最难的事情。要找到有能力、有恩赐的人，其实没有那么难。可是这群人怎么放在一起，合神的心意来服事，性格管理就变得很重要。所以不止我们的理性认知要受装备，我们的情感情绪也要受装备，我们的服事的技巧要受装备，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全备的成熟的基督徒，来服事上帝，来服事众人，来建造永生上帝的教会。牧师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故事。牧师读书20年，没有觉得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却是一个好奇、喜欢学东学西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最好的一个特质是学习力，很喜欢学习。可是上帝给我最大的功课却是我的2个孩子，尤其是我的小儿子，他是一个我们叫做非典型的另类小孩。他不是笨，但是他的脑袋结构已经快20岁了，做妈妈的我还是觉得一团迷，一团迷。他怎么学习的？他怎么样启动那个学习机制？目前我还没有掌握真正的 SOP， 所以我常常会有一点困难，有一点无言。虽然我很爱他，也跟他感情很好，可是有好多次我跟景照执事在聊到，因为他是我们的资深的这个主日学老师，在聊到我儿子的时候，我们家的小儿子的时候，我发现他都带着很开心的笑容，还有眼中还闪着光。我心里在想，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我发现他真的是爱这个孩子，觉得这个孩子很有意思、很有趣，而且他也很可爱。是另类的可爱还是可爱？所以有一种光在他眼中闪烁，我就心里很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亲爱的年轻人，也许你小时候也是那个会把卫生纸丢到厕所楼下，前面老师讲的精疲力竭、声嘶力竭，各种努力，你在后面一排睡到天荒地老的主日学小孩。也许你对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可是亲爱的年轻人，亲爱的初信的弟兄姐妹，无论成长的路上有多少的挫折困难，无论我们曾经被人多么的不欣赏，但是你要记得那些真正爱你的主日学老师、青少年辅导，因为他们曾经并且持续的在付出，他们爱你们，用爱心和耐心教导，有时候比我们这些做爸妈的还要有耐心，还要欣赏你们。他们在你们身上看到那个信仰小小的种子，在基督耶稣里相信你们会长大，有一天会成为教会的栋梁和未来。所以你们也要这样相信，请你们一定要永远保持那个能听的耳和受教的心。让我们无论信主多久、多少年，担任过多少服事，
我们都紧紧 hold 住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热情，起初的顺服和信靠，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奇好学，而且喜欢听讲，也认真实践的基督徒。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在信仰的生命的哪一个阶段，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些听我的话又照样去行的人，好比一个聪明人，他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撞击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就是主耶稣的教导，就是圣经上面，我们就可以成为不断成长合神心意的门徒。阿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的旅途里面，你为我们赐下那么多爱我们的老师，爱我们的辅导，让我们可以在许多的困难中不断的成长。当没有人相信我们，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相信我们，你所呼召的老师们也相信我们，以至于我们就这样长大了。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主，你帮助我们不止领受，也能够白白舍去，白白分享，让我们做你合用的工人，献上一生为你而活。主啊，我在这里说，求你差遣我，让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福音，兴旺福音，并且教导人成为成熟的基督徒。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叫做《工人的祷告》，好让我们再一次立志献上一生为主所用。献上一生为你而活，我在此请差遣我，虽是软弱瞎眼贫穷，你的恩典够我用，恳求圣灵光照引领，赐下天上能力，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真实所传的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使我们常在你里面，让活水涌流，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合一，如同你与父原为一，在这里同心合一，奉主名兴旺福音。当音乐继续的时候，我邀请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首先为你所爱的老师跟辅导来祝福，他们付出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计较我们成长的速度，我们就为他来祝福，祝福他的事工，祝福他的健康，祝福他的工作，祝福他的服事，并且祝福他的全家。我们提名为这些所有我们所爱的也爱我们的辅导和老师，我们同声来祷告。让我们真的是成为那个愿意去听讲、愿意去受教的基督徒，
让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不断的受装备，并且勤勉服侍。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主啊，主啊，让我不要懒惰，让我读经要勤勉，主啊，让我服侍要勤勉，让我成为那个能听又能够去行的基督徒。主啊，你给我那个谦卑而柔软的心。主啊，无论说话的是怎么样的一位老师，我都愿意去听。主，你让我真的是听见你透过他们对我说的话，我就更多的快跑跟随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因为你爱我，我就好再一次，主啊，将自己献给你。我们继续的来唱你，主啊，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因为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来宣告。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是我们常在你里面，让活水涌流。举手来宣告。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合一，如同你与父原为一，在这里同心合力，奉主名希望福音。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是我们常在你里面，让活水涌流。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合一，如同你与父原为一，在这里同心合力，奉主名希望福音。是的，主，让我们与你合一，如同你与父原为一。是的，主，让我们同心合一，在不断的成长更新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扩展，我们的事工扩展，我们的教会就扩展。愿你赐福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时候，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奉献。请起立，一起做奉献的祈祷。
父上帝，感谢你，你赏赐我们生命气息，又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保守。主啊，过去的一周，我们有许多的恩典，回首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如今我们也决志，我们要紧紧跟随你。主啊，我们透过行动献上所有，为你所用。奉耶稣名祈祷，阿们。请坐。报告，今天有2件特别的事情，请大家注意。第一件是本周特别的事工，就是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那我们在第3场礼拜当中特别安排儿童合唱团和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献诗，并由赵宇安、严宇凡以及邱云杰小朋友参与读经启应的服事，呼吁兄姐共同为长老教会的主日学教育、门徒培育、灵性形成及生命教育事工关心、代祷与奉献，并参与教会及各主日学教育事工。第2项是牛埔庄讲义所的专题讲座，讲题是黄岳绥的意外人生。讲者就是黄岳绥老师，内容是与压力共存的人生哲学。那就在今天第3堂礼拜结束的时候，在本礼拜堂。那如果你有报名的，请注意取餐的时间是12点25分之前。接下来请牧师来欢迎来宾。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敬拜的新朋友和兄姐，请问有这样的兄姐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要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来彼此祝福，并且带着祝福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接受祝福，愿你们不断的成长、更新、扩展，成为上主的儿女，领受产业，耶稣基督中心的门徒，来服侍教会、服务社会。更愿你们这样行的时候，上主的慈爱与恩典，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圣灵真理的引导与保护，与你们同行，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请坐，默祷谢恩，恭受礼。